匯豐 Premier Elite 捕捉外匯變動，掌握增值潛力。外匯投資除咗低買高賣，原來仲有其他策略獲得更吸引潛在回報。高息投資存款係一種同外幣掛鈎嘅結構投資產品，結合賺息同外匯嘅投資概念。你可以根據對貨幣走勢嘅預測，自定貨幣組合，再定下比現貨價較低嘅協定匯率。如果喺到期日掛鈎貨幣匯率等於或高於協定匯率，有機會收取本金與額外利息，並將會以存款貨幣結算，賺取比一般定期存款更高收益。如果喺到期日掛鈎貨幣匯率低於協定匯率，本金與額外利息將會以掛鈎貨幣結算，有機會以低於初始價兌換你需要嘅外幣，免受外匯差價影響。另外，貨幣掛鈎票據提供年期較長但潛在回報更高嘅選擇，仲有唔同自定選擇，讓你靈活配合投資目標。票據利息以每日累計，如果掛鈎貨幣兌匯率保持喺設定範圍內，到期日就有機會獲得較高利息。立即晉身匯豐 Premier Elite。